月的糖我糖糊搞搞。来，姑娘那松子的。嗯。个男人说了，也说了，这样。我抢了，宝贝，三楼弄到半夜被中了就尿了。个男人真惨嘞。深呼吸，深呼吸，马上带路了。嗯？啊？哦，我觉得那世界最之公平啊！我讲之公平啊！等一下嘞，等那米了到饱嘞，有尿多开等一下有哦。就上次还得米子米的嘛，得补没得那靠子之下得补得有哎，还得要有。从我都弄有带了你整，我都弄得真熬当，补了都有用啊，也想找到事哎。哦，有一点点凶彩当了哦。我为个付出那么多，就那个对我送这个，对我只让我治了的，搿只都看垮了。对我只让我治了的，搿只都看垮了。嗰日一同柴小聲，我拿下個仔往外省倒入了，結果一頭讓我仔見到，我一怒工資就一頭多年，改變了我的意識呢。我希望我們以後就像他不一樣。小镇青山情节仍无可避免，而相遇的天依旧暖暖的，吹起了从前。喂，李凡，你让我，我那边找书个得到。我大伯爷你先开个矿了哟。好。李凡，我讲，第二娘，我好像这都背篓地都挣到大姨妈，好像没尿嘞。是这吧？第一啥都在没尿啊？我连没尿了，我讲，你只干他拿不好，你再报名，你再忙，你到楼去。正菜，我们这汤拿不下子，我拿我们的脏来给你叫我们第一次吧，给你这汤，这样子我中毒了，第二牛都挣到电话呢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关机。那第二牛一直关机啊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呵呵